来看中研院的团队以热力学配合卫星生物资讯，创立山区气候速度的推算模式，发现全球有17个所在的山脉顶温线以逐年11.67公尺的速度在加悬，这对山区的生态造成威胁。 全球气候变迁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其中会受到影响，不过却较少人关心的，就是山区温度的变迁和生物的关系。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利用热力学加上卫星资料、生物资料等等进行验证，发现全世界目前有17个地区的山脉顶温线是用逐年超过11.67公尺的速度在称悬，和全世界平均的逐年5公尺相比，有影是近真济。 因为我们研究的尺度是全球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譬如说现在联合国在规划说哪边要投注比较多资源去保育山区的生物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我们提出的这17个山区，可能就是最优先要去做的。 中央研究院今仔发表全球头一个利用热力学结合气候资料库的推算模式，嘛发现台湾的环境因为较湿，目前顶温线称悬的速度嘛是比世界平均搁较悬。其中高山的地米因为山区气候的变迁，需要去到搁较悬的山区建造，一寡搁较挖山顶的高山植物，亲像杉木加柔，若对袂到气候变迁的速度，真有可能就会无去。 我们如果说能够让这个暖化的速度慢一点的话，其实生物是有办法去反应的。也就是讲，若要避免物种消失，咱应该想办法，让暖化的速度较慢挂，让生物会当有时间适应。学者也表示，因为生物是有法度家己适应气候变迁的。中央研究院表示，这项推算山区气候变化速度的计算方式，除了会当互咱继续观察有啥物款山区的生物当咧受到威胁。 进一步调整保育的规划，减轻全球暖化的速度，也是真重要的课题。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